中国这吊车伫台湾是愈来愈多啊，即阵有要到上百台。因为这吊车有远端监控的功能，会当回传资料。有立委表示，这制造商拢有中国人大代表的身份，若准小镇动用这挂吊车，迟到恐惊有国安的记录。目前国保会拢无针对吊车的晶片来检验传输的功能，所以立委是打算要修订《自通安全管理法》，限制使用中国制吊车。中国制土管机渐渐进入台湾各地工地，最近3年成长幅度惊人，累计有将近100台，尤其大部分配备远端监控，会当监测资料传输到电脑，透过网络随时远端监测定位甲控制。捏造这中国制的机器进入国家机密军事单位，恐惊引起国安疑虑。公司本身是具有中国人大的身份。而且呢，这些俗称的吊车啊，其实在台湾遇到有国家安全紧急动员的时候，他们可能会被去担任包括反空降跟救援的使用。那如果有这样的国安疑虑，他们都会在当中呢暗藏晶片，这些晶片都有传输功能、性能的一个检查，结构强度的一个检查，这个都是我们在检查的一个项目啦。治安啊，国安的部分那个可能我们就尊重其他的一个目的事业主管机关的一个规范，我们来配合。中国这移动式的土管机，大部分是用东欧第三方认证，因为当开钱过位，所以无予美国、西欧、日本、韩国认可。劳动部治安署表示，土管机进口到台湾会阁检验一届，合格才会使用。不过查验的部分无包含晶片传输功能，司法部嘛无相关的检验机制，恐惊会形成国安加治安的漏洞。对，我们也会去督促，像是交通部还有航港公司的部分，他们会去落实相关的一些治安稽核的一些作为。如果有涉及到这个国家安全或者是治安的这个时候，那我们都可以在招标文件里面去限制大陆制的这些包含像起重机或者甚至是它的一些关键零组件。立委呼吁行政部门应该爱伫合格证典馆标明机器产地，并规范中英二体制造厂牌，也提出自通安全管理法修正草案，新增加特定非公务机关袂使采购中国、港澳境外敌对势力的系统设备甲服务，也透过立法保护关键基础设施，排除中国制自通系统。记者综合报道。